大家要取到俩下俩头料理，动枪阿爹俩下做个上。报告总监，那边已经完蛋了。No， 没有哦。这个一定赢的。什么意思？看他选食材自己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因为剪刀时候不输呢。不卡迪度卖您长厨啊！来，等一下，你这句话没讲完吧？哎，呛给夫，呛给阿姨。他今天来的时候，俺吃起来很凶，他从 Okinawa 来的。哎，更强哎！你有卖黑糖糕哦？黑糖糕是同步吧？哦，你看，哇，开始礼盒有哦，18折哦老实讲吼，你係未遇到鼎泰豐做過嘢啊？所以你冇試過幾煮誒？有啦，有試過啦。泡麵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來民族。睇中白票。今日來到一道邊看風景，按油啊，按醬嘅素菜，又喺那道邊呢，又喺東北減到種種調整詞，順風有一個七種八公，tan空到一道邊呢已經有200年嘅歷史咯。而且呢，呢度啊，除了來拜八公以外呢，還加有一個神農太天老武財神，200年嘅歷史，代表講有一個福氣啦。唔可能。前的時代改變，背後還有一個 Q 版嘅八公到了。很印象哦。對，而且呢，唔單止有 Q 版嘅八公，都有道味啊，廟方嘅主味嘅就全部人超級好。哎呦，咁樣講。佢還準備嘅乜嘅嘅拜年啊，嘅盤茶嘅，所以呢，我們要常常來。你越聽愛哦，我硬講講，你一片白公非常嘅靈驗。對。糖講煙本哦，嘅上外嘅白公廟啊，我會洗其他嘅素菜。但是點個選膏嘅需要，因為點冇高，冇高。結果他們覺得說，可能係因為白公是因為波夫利亞片土地，波夫利亞片煙面難用。帶蛋用嘅好福氣，馬上就小幾到今日評審欣賞咯。提前來分享到嘅係森之師傅，大家好，師傅好。就過嚟分享到係青友鳳師傅，大家好，阿鳳嘅大家好，阿鳳都好。來分享到係你鳳吹潛水站嘅係冠族記老明賢，歡迎。大家好。你好，好，咱是禮拜分享裏邊記到係貴山嘅兩公婆，記到係秀秀福、秀利秀肉，掌聲歡迎。因為做得安醬哦，哎，你動手看到哈嘎硬啊，就比哈醬。不是，我覺得他們兩個啊，很像真人版的八公八婆。八公八婆，就是懂油福氣啊，很慈祥啊。我們先看一下風，對，風吹一頭邊來自太海嘛，哈。關注自己年代呢，其實係董事年，人類都有特別係啊，聽得了啊。太海有特別有推薦嘛個好高好食好料的嘛。啊，在巷弄裡面的手做的面包。咖啡廳我記最厲害係面包。對，它是手做的面包。你一個禮拜去幾多擺？某一天。某一天，有閒就到嘅。分閃錢啊！我喺呢面見過董厲害呢，佢是係啊嘅樂團嘅團長，他是 musician， 對。天啊哈！哇！你今日唔係一家之主，今日係鬧熱大擂台料理版。而家講到團長哦，團長係到哪？藍錘啦！哦，怎麼了？團長跟團長夫人樂團，跟團名案的嘛？你們7張文創。哦，所以今天要推薦的龜山的就是7張文創嗎？我哋嘅桃林鐵路以前都會載嗰個木炭嘛，到林口發電廠，啊，然後嗰個改造啊桃林鐵路人行步道，啊，等這個孫紅啊種那個楓林木、花旗木，全部愛種誒。你種誒？愛種誒。每一棵，對我已經花很多心思，對，給大家種。給董獎誒，千獎，都你都給大家結婚紗照誒，他們都在打卡對嗎？誒，行擺嘢書之後，我只會感覺哦，原來你係優福阿哥種誒，就會有感情。我們做到桃林鐵路嘅大家，行咗幾時人潮哦？黃花楓林木，那一隻幾節會開吧？2時節，2時節，落交通法差唔多。新嘅咧，落交通法差唔多。哦，好誒，好，等拜呢做得來去鄉下欣賞一下。古時呢，歡迎睇自家鄉下來到桃園來留料哦。啊，唔過基本上呢，唔係中書嘅比賽，唔係音樂嘅大賽，馬上來進行料理挑戰。熟食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
轮等托变上地度嘅食材，沙等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做出无同样嘅变化，先来两嘴会抖出物嘅好明星呢，一家之主向下来出好菜咯。来到也嘅好福天呢，变上地度有乜嘅好福嘅食材咧？哎呀，上摆推荐的係咩？台海嘅鐵山，錯叫豆腐乾。快菜嘿，不過你一擺咩係台海鐵山，沒重複哦。哦，來看一下，哇！哇都蓋盤啦，要煮為準備的啦。它就羅蓋煮有咩魚板，也係糯盤，就英講嘅嗰種筒仔米糕，米糕，還有頭包。對，然後 tomato、馬鈴薯，你要一定會好好燒解。這個值得好好。現場有沒有人會怕它的？沒有啊。你係偏凍點地背都最體類的食材啦，怎麼會地呢？嘛？不會耶。啊？你哪有叫翻懂我說的？這個叫隔日豆哎。怎麼說？它只是看到筋。哇！你要上條條吼，等一下看用英文寫麼？這個潤餅，你要蔥條，你要係藍鋪子。藍鋪子。好了，先來進行小組討論。團長，你就特別想愛嘅食材嗎？看住地，看住地。你不要跟我說三色豆哦，你要我講哦，準確的哦。沒有常吃。我們是好朋友，你呢？你好學，你好學三色豆。哦，那我們站過來一點。走對啦。那我們兩個站一起。走對哈，走對走對。泰國有乜嘅想法嗎？等下拿乜嘅食材？三色豆。哦，真的好，三色豆還有乜嘅？豆皮。豆腐皮，還有呢？蔬菜先來，有沒有？頭兒，三色豆。哦，頭兒有加頭兒。請醬咩？哦，顏色哦。蚵啊好啦，蚵啊。唔會，還有呢？那個雞肉好啦。雞肉好啊。我們是不是沒有肉啊？雞肉有啊。蓋盤啊。蓋盤沒做得啦。沒做得啦。春卷沒做得啦。啊，潤餅，它是潤餅啊。你做得大腸卷沒做得鬧嚟鋪。蓋絲啊，對不對？好不好？凍簡單。佢等下係講羊嘅話吼，雞肉我先拿。做地用嘅春卷皮，還有雞肉做地芝士啊，用去泡嘛做地嘛當。雞咩做得？你拿潤餅皮嘛？春卷皮啊，嗰個要跟乜嘅？還有西紅呢？蘆葦嗎？蘆葦沒做得。集氣一下哈，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這個音樂總監啊，會做料理嗎？會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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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快睇你，撐喺晒時咧。好，來，不難，來，加油！好啦，等下呢兩組已經討論好勢，先排出第一棒。哎，你來猜拳好嗎？好，第一位搶起位，來，好，甜豆沙條。哦，勝負已經出來了，來，先梁紅。然後哪個嘛該？番茄。tomato。伯謙最愛的芋頭。哎，我們剛剛沒講到。唔會，還有芋板呢，聽說跟黑菜海肉給同有名哎。係啊，沒做得啦。我學到哪個了？對嗎？小豬哦，那都係小豬哦。等一下哦，他不是銷售員哦，你推銷你也摸清楚，平一散窗哎哦。確定哈，好來，明賢哥該你了。春卷皮，你很容易被洗腦的姐姐。我直接幫你選了哈。對，我直接幫他選了，因為我們目標超明確的，拍誰啊？這樣可以嗎？這兩個我們主要食材。哎，應該還推銷狗黑哦，你知道姐姐就說啊，怎麼辦？不會煮呢。不是，因為佢懂好推銷哎。對啊。因為以後我要賣你東西。那香港雞肉應該當教本人拿走。OK。慢慢。還有第二位，王毅猜來，阿哥來，哪個？沒有團長的特權哦。三，哦 ，yes，來，拜託，拜託，三條條下好啦，藍麩子好嘞啦，你閉嘴，你閉嘴，哎，你沒那麼好洗腦呢，管主姐。三色豆啊，好了，三色豆，台灣卡氣呀，好啊，你要他講，你用個三哦，團長，你要選乜㗎？隨便煮了啦。我們基本上連備案都被你們抽走了。好，先好嘞。好，台灣老馬鈴薯，基本上該下該討論展出細節，完全係冇好。馬上講，我今天做溫莎啦，全部都做溫莎啦，就對了。我們做音樂啦，等一下有加分。做音樂，我跟你說，哎，你現在全部都是我們給楊子兄都會選的，知道嗎？我們操，來集氣一下哦，風吹。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哈！好，我感受一下攬出嚟一片哈，咪用相機都下低啲哈，台上嘅聲音，來攬出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快！天草馬上就來進行第一關嘅比賽。
这个哦，看下去啦。見到嘅頭先講嘅強哎，咁樣啊，什么意思？技師啊，哦，等一下會做乜嘅？做那个这个卷类的，来让讲，刚才讨论展出来的系列哦，我们团长说你超会做菜。真的哦，俺我妈妈就啲嘢啊。对对对对对。當做阿姨，來也冇做菜嘛。自從細啊，到朝年我拜啊，人哋咪啲，其他冇。所以你冇試過幾煮誒？有啦，就試過啦。泡面。啦，得亂。煮嘅菜啦。面前哥，哎，你給你按到，兩個特色誒。對啊，可以分一點給藍隊啊。沒有，他當然會偷走啦。我們那邊是摘菜哦。其實呢，家下是想講吼，某時係頭包，某時係潤餅，一行在那裡煎，結果兩行都不應那走。係噻。所以你都等下頭包用慢處理。不好煎啊嘞，面單不用嘢葱花落就好咩。哦。沒有保到春卷皮底度係。包用你拿係嘛？這一關係你主要來負責，也係阿妹來負責。好，那我們聽你的，我們聽你的。雞皮可以放進去沒關係，比較有口感。但是對不對？誰蓋皮啊？比較有口感哦，真的。它會被加分，真的，我沒有騙你，不然那個雞胸肉太澀了。可是蓋皮口內有切。不關你的事，你都想害我們，對不對？不是，我想說沒有要用的話，我直接。我就知道。我那邊用可以啊。已冇問題啦。對。他是被音響公司耽誤的廚師哎。這耽誤的蠻好的。先幫你點，先幫你切，來給我一看一下團長。好。團長副音。海參，因為你們這邊你們意思窄哈，不意思不是窄嘛哈。我們為了不要那麼窄，所以就我大衝了。報告總監，那邊已經完蛋了。No，沒有哦。这个一定贏的。什麼意思？看他選食材的。等一下，我們是因為剪刀時候不輸呢。大家要取到兩下兩頭料理，動槍啊，這兩下做個上。你頭髮都水果呀？我也會種草莓。唔對啊，對啊。果然這邊你們意思窄哈，不意思不是窄嘛哈。我們為了不要那麼窄，所以就我大衝了。今天為什麼還需要油鍋呢？你們吃得那麼素了。要炸。你那個還要炸哦。哎呦。頭媽都係分塊嘛，應該唔會咩鋪嘅咩？你的五班等一下有那裡鋪哦。哎，師傅懂命種哎，這個等一下有鋪狗嗎？這樣子的話，全部都變到按切熟嘞啦，好嗎？有點像炒父親挑個。按熟嘞，唔是上安做。你一片咪做啲先炒，拍做一邊嘅辣椒啊、筍啊，係啊。因為鋪為時間啊，對，一片做現炒。啊，咪做一炒個椒鹽嘅咪做得啦。對，我們待會的味道是什麼？主味是椒鹽的呢，還是番茄的？我掉先炸啊！根本馬上係主廚啊！係啊！好，做得。應該四地戶嗰個鋪嗎？哎呦，啊又大又細啊，因為啦。大豬小豬肉片啊！等下做啲擺盤啦。對呀。對啊。裝已經按動了。啊，這係從廟裡夾過來係嗎？咩嗌太當然咧？太當然咧。當然會講下咯。有爛食多哎。哎呀，吃了70年吧。冇啦。哎，你兩下結婚幾多年了呀？哦。明年50年。50年。哇，鑽石。那也50歲啊。你結婚的那一年同步進行這麼多事哦。痛死。啊。辣椒我老該蒜頭有切麼？薑嘛啊，蔥都袂重燒麼？好啊，配料啊。基本上等下做的溜熱地自己嚟試看。跟梅頭用半夜哦，小小的那個。哦。讚。哦。哎，哥哥，胡椒粉啊，我們的胡椒粉呢？這個要把客家香水。報告總監，那邊已經完蛋了。No，沒有哦。我不知道在幹嘛。沒有。啊，我們如果贏的話，這個一定贏的。這個什麼意思？不要講太快啊！用愛心去，他一定會讓我們。看他選食材的地雷。看他選食材就知道他有在浪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們是因為剪刀時候不輸呢。哎，沒有，你第一關贏呢。哦，有啊。哦，被你洗腦。可是我們討論的啊，去拿的時候有那種完全不同嘅。T 恤顯得閃閃條洞河啊，顏色至少顏色洞響應。你們是切的。
所以你们是生春卷还是等一下要炸春卷？番茄泡，稍微炸一下。哎，问一下哈，润饼可以用买东西，每夹都辣椒。面粉啊，面粉，有些会捞一水太烫。你是料啦，对，哦，太白粉的比例跟面粉的比例都可以挑诶。哦，那会 QQ 然后用就太。我们一定要让它爆浆哦。都可以剖的关键，我觉得辣椒可以不用。辣椒冇到收口的关键。收口，我们等一下就收口，那再多一点，不然等下皮会太厚，等下他就说吃的很硬。还是莫是走的两千皮嘞，这样不会破掉啊。哥哥，这么在挑哦，你还吉拿棒有冇？你确定这样子料不会太少吗？不会。好，不会。那再等一下油温。所以该地不会读的料吼，除了就尬副教粉，它就干嘛改？就是那个林贤哥这个标咸度跟那个一点点醋。醋哦，哎对。哦，两片，我秀喉咙哟。没问题，收口没问题，也不会太厚啦。你们那边跟我们差那么多，不要试图秀。但他们两个大小也差很多，因为大猪小猪。哦，对啊，保湿件就厚了，其他水翻厚啊。然后摆盘看走到去起起来啦，起起来。我们在底下停碰，在孔盖片好嘞。好，明贤哥要搞稳呢哈，要用的差不多诶。放心，实力相当。确定吗？导播都笑了。一条摸落去泡哦。马浪出去落去泡吗？你看用的颜色啊，差不多啊，用的。摸人家干去摸熟啦。说马铃薯啊，唔会哈，唔会啦，唔会。第六后代就 tomato， 所以炒出来已经煮好该用。那个茄红素，太牵强了吧？咁咪重左饼么？咪重左饼么？大家要知道两下头料理，动枪阿姐两下做个上。讲伊会动浆啊？对啊。富卡迪杜曼宁长厨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这句话没讲完吧？哎，呛给师傅，呛给阿姨。系冇？以前要煮啊。后先去东猪头盘2种做，这个盘自己煮2桌，自己煮2桌。今天是食材的佛跳墙什么都有，可以煮不久。拿过来都好。秀玉姐，煮一杯做买料理嘞，吃俩这道菜哈。哎呀，拿手的嘛。对啊，炒米粉呐。哦，米粉肉哎，很多底耶。而且加南瓜是吗？莫好吃南瓜。传统的啦。嘿，传统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去倒数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了。天草马上来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有紫色款的体育馆，那么凯米西卡站到嘞。刚刚呢，经过的体育馆哦，变相我来变色材无很简单呢，就有紫色款的风吹嘅料理咯。你个米西调得很好哎，味道调得很棒，而且牛皮前都酥酥脆脆哈，本身就懂享饮食，而且呢，你现食出来跟组合大批都很好，你就用妈妈煮为名头吗？有妈妈的味道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哪一篇不简单？你看我去炸锅，春卷用啊，像春卷的呢。它的做法，它有个最闹的三色头啊，对，爆落去之后，你看不到，它是吞了落去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优点。好，所以该下实体系风水部分，然后完全揽出来一片汤种嘅料理哦。来吃吃看呢。但刚好是五班泡过以后门汤，我本来是爱最好的，我大肠学徐姐学到我嘅香甜甜，那我泡过以后还有口感，咔哧咔哧。其实佢泡的咩酸一度好。用咖啡了，我觉得像说是凉出出的感觉，有个香气出来，都对，对不对？都对。还有该马浪酥啊，该下哈，虽然你推荐过哈，昨天先泡一下，不过蛋肠切入来炒，变到还好，因为它的口感会冇强种，较脆 QQ， 皮面硬爱等的呀，不是讲的。嘿喏，咱嘴对自家有自信，等下就听我讲，看下是否按慢慢评分哦。好，师傅难结这里哈，甚至师傅抢本不输。哎呀，风水不，等下抢款7师傅全部负数。啊，2分都不分，风吹。
哦，我要问了个风吹吼，伊个香味就出来，伊个底度个就炒过，像豆包啊，伊冬虫面，吼，伊就先煎过，这样就炒过，伊个炒个香味啊，这样就捞到这个营养个综合在一起。两个南推那片呢，较大松地方嘿，伊个马铃薯就较硬一丝丝嘞，好做的捞较久个时间啊，用一点点水，好，帮伊炒较久的，哦，伊个香味掌握较香哦，感谢。看看一下阿凤哥，我要本家红这个其实讲好去选择该食材选择冻好啦。小建议是讲，甲调皮啊，煎好时节切挑时候，唔是落去炒，直接落去爆。其实有该春卷到该豆腐皮的该口感脆脆安样吼。啊，两片真紧冻头上，有啊就每做像安切蛋的时候。切蛋啊，全部落去泡，然后甲马铃薯全部落去泡，炒早的时间没做得，胡椒粉、盐巴、老汤落去炒，最尾的时间落个番茄丁落去炒，焦焦的，好好食。好啦，体育馆的无咁简单哦，亚艺馆过后呢，睇起来先溜溜一些看下，看一下你个那个摘菜小王子，甚至师傅带来嘛料理，我聊聊睇起来分享嘞。师傅出台菜。甚至师傅要边料理哦，正统的那个摘菜咯，叫咩嘛？菜名？川味椒麻炸云吞。哦，变血，做一个片式按钮啦。哦，是菜云来的。底度呢，我就捞一点给摘菜个肉，未来肉，嘿，未来肉。然后底度呢，我点下就用了个杏鲍菇，还有个莲藕，哦，本意就一个切个口感，哦，本个切口感。啊，底度呢就了个片丝皮，啊，片丝皮。底度呢了个川味的椒麻酱啊，有动多个材料，哈，有个辣椒，哈，还有花椒油。红酒，还有胡椒粉，了个是醋，吼水果醋，因为本地有个酸酸甜甜嘅梅汤，吼调酒、调拌酱，还有个白芝麻，吼，嘿，等下呢，吼，我先捞了个杏鲍菇，本地切丁啦，吼，本地做了个底度嘅配料。所以係從家下攬水做法強用，到所有食材線都熱當安樣。嘿，乾煎嗎？不用濕濕的流，好，了個蓮藕，好，本地切。莲藕姜啊，有时的了解会糊糊吼，你做得捞一些那个醋水吼，克制氧化。所以係切好之後就會浸到醋水。嘿，哦，形狀是差唔多嘅哦。香香啊。哦，本意不用下來，吼，本意炒到香香就好咧。了解植物肉嘅部分吼，本意交一出咧，你就像了解狗肉啦。植物肉可能太講會較上啲，佢較多會結什麼？嘿，啊，底度呢，佢就撈了解大豆。还有豌豆，你会选一个啦。啊，它当然用个大豆来做，大豆萃取了个出来个蛋白啊，底度会捞了个香菇、糯米，还有个甜菜根，好，本意就捞出的这样丰丰啦，用了个高牛那种丰丰啦，好，等下了个杏鲍菇呢，还有个莲藕，煎完之后，本意不用凉，就做得调底度了。炒完之后呢，就变成哎呦，好。好，本意不用下来，所以炒到颜色要这样子哦。哎，擦就好嘞。所以个未来肉佢本身係要梅嘅，嘿，有调味的。好，第二片呢，我就撈一啲嘅調味，好調味，胡椒粉，好本身佢個牛豬就梅湯咧，好攪一下咧。撈住班睇下滷肉嘅嗰種步驟啊，調料係強壯嘅。嘿，好，第二片呢就做得來包那個片絲咧，好，底度呢，好包。好，阿勇就好嘞。哇，你包的比我们的那个明贤哥还小哦。是片是皮不很低度的包嘿，冇強溶啊。伊老水饺冇強溶。好，第二片呢就本佢包上來，三角，本佢咬一來，啊第二片呢，好接縫出個地方，好本佢按就好嘞。哦，哇，就這樣。那今天来的熊哎，感谢嘉宾熊，他从 Okinawa 来的。哎，你强哎！你有卖黑糖糕吗？黑糖糕是宠物吧？哦，你看，哇，但是你有18折啊哈！老實講吼，你係咪去到鼎泰豐做過鞋？啊，第二片呢，好接縫出個地方，好本佢按就好嘞。哦，就哇，就這樣。有一些人用做生意，就然後就跳鐵啦，用因為較夾。係啊，跳鐵，啊冇跳鐵啦啊，完成啦。然後就好嘞。啊，唔過你啊，用包會較僵啦。你需不需要管竹節彈球啊？都對了呀。一動尾包偏實吼。關注住頭擺喺做乜嘅方面嘅咧？頭髮做種水果呀。種水果。種水果誒。
我也很会种草莓哦。唔对啊，对啊，哪个？唔对啊，我从师傅安用爆下酱呢款，係啊，咱个没冻家啦。哎呀，都摘出来地位多，除了了未来肉之外，还有买东西就会做狗肉吗？哎，东东你就会留了个挑包，帮你做成那个浆啊，豆包浆啊。啊，不过也它无好是因为水分太多了啦。那我看人家用猴头菇是，哎，嘛做点啊，成本嘛较高。其实啦是两梅咯，因为讲东东因为小李讲哦，该蛋白质摄取会唔难吗？唔会，因为全部系头我做的，豆类就是优质的植物蛋白。哎呀，拖的时间係咪有注意收口就聽我咽喉了？哎，还好呢，没有像水饺那样。其实我是对明贤哥说了，哦，他几刚你都懂我好吗？甚至师傅刚刚少了一个荤食的时候，我就给统招，就是我掉住牛噶。哦，是去有粘性的，粘性冻河，做嚟帮你炸嘞。好来，好，哎，冻干呢？哎呀，好，慢慢炸就好嘞。好，两片呢，好，我就捞了个酱料，帮你冰上来，好，调酒，油，还有个水果醋，水果醋，一般的醋口那边走对了。那做得，还有个调拌酱，好，帮你有一丝丝的辣，好，还有花椒油，好，帮你就辣那个梅头，好，辣椒，现在做的是不是红油的酱？哎，有一点像，好，还有个，哦，就像鼎泰丰的那红油个，炒熟对，嘿嘿哦，嘿，哎，俺大白雪都唔地几条牛慢挑出来呢。好，白芝麻，那种吼，姐姐们看到木爸爸，所以后我们会给比例给大家。哎，假如是荤食该酱啊，还没做得用葱油来挑。哎，做得较香哦，还有了个香菜。哇，这个经典。哎，去破果以后变态呢。系啊，不膨胀。好了。cái地背都sẽ mong họ đông trường như không đến hạ công款。有哈，了哦，按台哦，太下工哦。有，没有，对啊，太下工啊。哎呀，你买下台片啊，片切皮是爆台。哎，我迄基本我迄种细杂嘅。像了未来肉基本性没总得上选嘛哈。哎，做唔得，要煮过。所以它也是要等于熟。哎，要等于熟。因为一般来讲吼，假设系荤食的牛讲，你做得等于铺起来啊，看嘛。但是你现在是素食的，梅来牛，牛慢口。哎，我要看佢嘅表面上色嘅程度就好咧。因为你底度嘅肉呢，ต้อง夾熟，好，我就會看你嘅表面啊，好，有點金黃色啦，好，幫你炸到熟就做得咧。啊，你嘅油溫做唔得太高，哦，太高會出火辣。哦，名佢嚟啱啱，表示講嘅底度已經熟咧。哦，我就留了。我杯雞哦炸到熟，哎呦就做得起鍋咧。去破果之後吼，我看佢挑的種哦，假設我看冇按到東西就會挑，但係像副椒醬是做得。哎，做得啦，椒鹽嘛，椒鹽啊，一點辣椒粉啊，乜都好酸。所以做嘛個地背都是聽話加杏鮑菇撈蓮藕，但係係味道嘅口感。誒，第一隻我會留了個杏鮑菇，喺底度就凍到個水分。哦，留了個蓮藕呢，也就脆脆嘅口感。啊，馬上人留了個馬蹄啦，哦，就是荸荠，它做得就個脆脆嘅口感就做得。食到還唔會走，誒，是唔會走。你包好了做咧冰冷凍嗎？誒，做得，做得冰冷凍。啊，做得用水煮啊，哦，冇用炸嘅嘛，冇上乾咯。假使噴掉油啊，冰到氣炸鍋地背，可能未會下架個。那做得，經會別開來咩？誒，唔會，哎呀，就好咧，不用上來。誒，唔會降效哦。姜少就做唔得做師傅咧。哦，咁冷嘅吧，天氣寒啊，咁冷嘅啦，放眼台去照嚟啦，冇呢，啊，你這個下面是去桃林鐵道那個砍下來，係嗎？多謝咯，你假機嘅哈，多謝咯。有福哥會生氣哦。好，淋上去之後咧，哇，靈魂啊，看起來超好吃的啦。 OK。 哦，現在精液好深誒。哦，香菜。加係辣椒唔係辣椒嘅，所以唔但係會辣，還會香。好，我們睇下看一下哦。川味椒麻炸雲吞。按鈕就好食咯。 来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应该忙着看过吧，是
在的呀嘅馄饨哦，好，睇下叫我来吃吃看呐。哦，哇，非常期待呢。哦，我请陈永班。比张妈妈包的便是好些一百倍哦。那原料條啊，無論用哦，冇講係真用哦，也食唔出來講食材。韓國蓮藥這個口感之外，蓮藥泡過之後，它好像有一個香氣會出來。對，非常的好食。我喺知道講後，家師傅呢，把係當到種醬料去調一個醬油嘛，一條料給記下來，因為那個醬料呢超棒，應該從牙捏甜的時間。沾什麼沙拉，都會很清爽之外，而且熱量不會太高，因為沒有奶奶。有的叫嘛用骨頭啊，對，對，玉米筍啊，有。蓮藕青青，有中醫嗎？有啊，是啊。那總算地有阿居做嘛個半句沙兩隻的，就怕我們吃不夠。好是，做得冇咁樣嘅口味。你除到你喺世界行哦最厲害嘅摘菜之外，冇人講你係摘，你食唔出來。我覺得這是最厲害的。因為可能有啲人講吼摘菜，cái mùi thổ冇按豐富，唔過倆頭真緊唔係，本身凍好學，加上cái嚼，變做凍厲害。那個蓮藕烙cái杏鮑菇是多，凍有脆感，還有甜食cái壽司油啊，後期攞做嚟做用嘛個涼面、拌面、拌飯就是凍好食，真緊，師傅做出按針對料理，睇下伊看整那樣嘅比例配方做法用啊，也未會變做廿冇卡嘅太脆哦。唔過啊，頭前你風吹清沙皮得到2分呢，但所以等下加油咯，嗬！加油加油！唔好太過，小將自己加油嘅嗬！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米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米絲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好，現在係最杯米館，而且風吹頭前你得到2分。你同傻逼啦，青菜煮就好誒。好嗎？不用輕鬆啦，我們借 a piece of cake。嘿喏，好啦，那我不需要當秘密武器嘛。我們現在拿出來的是家裡的家常便飯。變講啦，團長係好朋友哦。呀，秘密武器黑馬雞啊！祖傳醬料，很特別的東西啊，跟黑馬雞。來團一下，來團一下。那是酸條嗎？酸條的。酸條啦。那綠綠的嘿。莧菜。莧菜。哦，你發明呢就錯嘅。係，我聽我發明啦。你發明嘅對，幾滿意咯。發明者獻神來到獻草，哎呀，客家愛之深。對，好，帶來嘅菜名我都嘛解。古早味雙魚2種誒都啦，雙魚座，好事成雙啊，雙對對，剛才又得2分，等一下再得2分。哎，我要講啦，哎，好嚟，這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啦哈！五十人台上，我每下8公8婆。喂，讓大家講，解下大家選物嘅梅卵樣基本嘅，帶來了秘密武器，厲害，哪個東西？鐵質醬料，這邊是鐵質的料啦，料。但是我看起來這個肥油參半，還有地北獨木蛋腸肉挺挺哦，用一些調味啊，怎麼在講呢？70年的，70年的扁那個大湯圓，你講出血椒嘞，客家。大湯圓都會，開板鹽我超愛吃。你沒有做板煙哦？板煙係板煙，非常期待。你看客家人哦，來爆現場爆板煙的哦。好，因為最尾一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，該拼美酒嘞哈！我們幫你們加油。好了，啲最對嘅準備好勢咯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嘞！來，哇，真的紅隊要加油了啦！對啊，紅隊真的要加油！紅隊要加油！藍隊加油！剛剛講凍到一家之主的跳白勁鳥亂講哈，我們逆轉勝是負窮就可能很難勝啊！我們前面得2分呢。我們是團長哦，我們是總監呢。總監，團長總監更沒有多嘛該。哇，馬上先來通搶菜，今天這個雙魚，客家菜的精神。用哎，剛講油，這油冇共用，處理的方式冇共用，這個是墨海吧？不是，我們買那個造的油啊，係點水誒。那旁邊那個呢？啪啪嘅，旁邊幹嘛㗎？粉腸，我自己。人家凍單處理呢？係啊，咁是炒的，你哋要滾個醬未凍好，一做醬未凍好。哎，我可以吃吃看嗎？都得
因为粉葱会好食咯，该地不毒的这种，一定会保留。保留下来。那师傅，你有吃有加分哦，拜托一下。加太多了。哇！哎呀，所以你不是炒的是料两盘是好料啊。来共处风水上哎。哎，好吃呢。这个酱好有客家味哦。莫怪闻了就讲，因为这个妈妈发明的啊。明宪哥，你还可以特别煎吗？特附煎过哈，沾那个酱就是不一样的味道。你要煎是不是？对。他今天来的时候，敢吃酱点凶东吗？刚你知道吗？妈给。他从 Okinawa 来的。哎，又强哎！你有卖黑糖糕吗？黑糖糕是风师黑糖糕也有。那 Okinawa 是什么？风师爷。风师爷。也有黑糖啦，对啦，我跟婷婷的酱应该都有孔盖片哦。之后那个7张乐团不会解散了哈？不会啦，就只剩他而已。哇，来，我喜欢这个。好料哦，这个是爆火料，什么？哇 ！OMG， 完了，绝对大逆转，2尾4火。我恐惧。来，哎，抱歉，帮我一下面团先嘛，全蛋。你要个面团吗？有买来做诶。对啊，糯米啊，全米粉呐，全糯米粉啊，我们得掺面粉，我们的啦，我那是么吧？有的有哟，而且人家看你牛哦，刚刚讲铁鸡嘛，它的这个肥瘦的比例可能还有考量到哦。有。帮我按多两杯鸭又还有1碗用，不够饱吗？他们其实孬好了，孬好对啦，爆，收口。这个先停止。记得开始爆嘞，爆在台板人呢。我跟你说，太半也是我人生第2爱吃的东西。爆料的之后，它抖的为毛？秀玉姐皮薄馅多，滋味好。安尼都青菜粒的呢。哦，有哦，你看，哇，开始礼盒有18折哦哈。也就冲的小笼包呢。你老实讲吼，你系咪遇到鼎泰丰做过鞋？你刚是红的又强哎。很利落哎，有，我帮你标哈。你按用标都给向顾走的了哈。我让他再标一下。好。董都给整的节目当中参赛选手都会被第1关耽误。真的，第2关咱还可以紧紧表现来细节啦。没错。那这个报尾虚节又买2米吗？阿哥，你虽然报了动算性哦，但是他还是红队的队长哦，所以等下骗我估一下。对啊。哇，灵魂来了，避免不起来嘞。攀走啊！也就冲的小笼包呢。你老实讲吼，你系咪遇到鼎泰丰做过鞋？你刚是红的又强哎，很利落哎。有。那这个报尾虚节又买2米吗？今天我被卸走出来呀，那这个才是功夫啊。穷了板呐，就是它这个有需要先弄一点板母什么的吗？是吧？哎呀，所以板车吗？板车，我送个板呐，送个板，盖落去下 Q 啦。他们的胎半也真的很胎呢。我帮你。要爆了，就是要大一点，不然小汤都得嘛哈。通常我们一家之主的那个度量衡是什么呢？就会重把看魔法都已经好些几斤台，真的很大。那个，我天，你该不会这也要表演吧？不会，因为那个会被都噎到啊。那我看你们的肉啊，跟蛇毛没动好款哦，入住哦，入住啊，合作安尼买，看泰国爆冻疗愈的哦。对啊，皮头黑嘛给皮头，鸡汤盖汤。阿哥，你虽然报了动算性哦，但是他还是红队的队长哦，所以不要骗我。对啊，你要骗蒙你炒咯，我都有孔盖片咯。唔会输，唔会。要不搞要搞笨咯。炒。对呀，这边真的很厉害哦。比较厉害。这个煎成这样好漂亮。有在那个大埔铁板烧做过。有。他们讲大埔腔的。那是我朋友拍的。哦，那剑都好宽呢。我俩厉害。因为日本应该用沙子做在写嘞，但是他们韩国剑呀。明宪哥，这一道菜黑年乌卡跟下酒菜吗？对。因为这道菜很有创意的组合哎。旁边的鱼也煎得太漂亮了吧！我要吃一条，应该不是够甜的吧？因为鸡该油脂好少啊。它会变硬哦。
基本上我们这个有点像是下酒菜大拼盘，5味大拼盘啊！而且想想看那吉安用用哎，跟那个青鱼加上去，双鱼耶，他们是咖酒哈，不是那点就有了没？所以现在是又要捞去加热的高营养，嘿，加热。冇最后会本地的香气炒出来。那个明贤哥还紧紧小猪呢，以后过年都交给他，本地煮熟嘞。原味的、炸的跟炒过的全部在一起。哦，双吃啦，系吗？对对对，双鱼跟双吃，对。哦。而且有煮有泡都给。哇，灵魂来了，闭妹不起来嘞。哇，那个真的可以配 sake。所以做2盘的啊。2样，1盘2样。哎，等下一吃双吃双鱼啦。这个真的超赞的。双鱼应该系讲改品吧？双鱼系吗？对。2盘有嘛噶？小菜，小菜。我动小看到母子档哦，系来儿来做掌厨，通常系妈妈来掌厨下豆，真的很幸福哎。加码，哪来的加码？潘照哎，潘照嘞啊！好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背痛咯，哇，很太脏哦。我给下一下。料桶，它是半圆的桶。哦，哇，啊，这豆腐卡吼，喺你下回煮呀，係泰國下回煮啊？你下回煮啦，都係你煮啊。因為你係好容易嘛。那讓你煙蛋在強梅味，冇強用。都差不多安尼。係啦。啊，你要變下魚嗎？等下。這你這樣做會嗎？這樣做，你這個炸。你真的被第一關坑耽誤了。那個這個做啊，炸這個要功夫誒，冇功夫你炸不會把你焦掉啊。姐姐是跆拳道3段啊，她有功夫。功夫超厲害。也不夠按，不會透補牛線都按好誒。一邊線呢？馬上線呢？你那一片線呢？台東。是種音啊。時尚誒，像大波子啊，金油苗啊。还有那个金城武术有冇？有，有去过吗？有去过吗？有。有啊，那一个景点呐。你觉得他有没有很像金城？蔡小虎。喂，蔡小虎，他是邱大虎。他请问中国诶？哦，都对了，都对了。哇，啊娘嘞，该下该。要干嘛干？要不用下去，沙坡不用去都对了呀。呼叫虎就干了吗？有。调好味道。去倒数了哈。好。嘿。现场马上开始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有吃困难，最杯米馆董边哦，奶煮较赞的嘞。忍不住了呢，利用主持人也太厉害了，忍不住给他们掌声。因为呢，也看到，好啦，掌声一下。对啦，真紧。刚才在拍特写，在分菜的时候，我已经远唔黑了呢。来，你先来吃一下古粥米双鱼，黑吗？好，太巧了，吃看呐哦。哦，这个粉肠哦，真的又加强，还有你的那个秘制祖传酱料，懂好吃。这个哈冇帮助，真的讲唔够意啦。个豆腐哦，个煎过越好，跟它的毛细孔全部帮你打开越好，它更容易吸那个酱汁。用係真勁厲害，你知道幾多種用法？普通吼，麻麻啦，送嚟一啲咧。哇，火肉未出來咧，你也太慢開戰了吧？我想用你兩下來吃冷脆太白人，哇！這個湯頭好好喝哦。哦，那個湯頭哦，好好吃，那個太白人呢？料到米好，皮又泡，而且啲肉又很 juicy， 又加有點膏又有彈性，食粉好食。好食的後邊已經勁耐勁多，你看。我嚟買，在排隊啦，問有沒有在現場賣？可能係平常時食嘅板然哦，料冇按澎湃，譬如講冇加蒜苗，但是我覺得加上嘅東西有真緊係畫龍點睛。是醬醬咧，最出叫嘅我喏，關注住也有唱條白米湯嘛。好食到吼，撒下落5分鐘夠半2兩三個。要阿婆嘅米湯，阿婆係傳下落呀。係啊，傳承下來。因為的食到安頭嘅湯頭冇簡單，對太師傅來做。它的重點是它的那個肉餡，因為比美夫氣，真勁又表現出來非常的 juicy。好，等下是否用個慢評分呢？給佢哋看哦。甚至師傅搶本分數。Yes。
冷水日本，最后关键了，看70步，冷水地转身。你们吃了我们酿都会用哎。其实就做到冻好吃，有个酱香味道哦，真嘅冻香。然后要选啲南推呢，佢个拌人真嘅做到冻好吃，哦，佢个汤头很清甜，那个甜味呢来自于这个酸内啦。啊，每讲甜咸啦，负责份呢每套就嘟好，啊，适当呢係冻好食嘅一道料理。啊，凤腿那片呢，乜煮到冻好食咯。啊，唔講適當就一絲咧，最近喺地方就較早一絲絲咧，啊，做嚟比如做像蟲嘅啊，還有酸嘅啊，本佢就較濕潤嘅口感。阿鳳哥你講。其實該紅隊做到凍吼，凍打鬆嘅點是來講吼，佢該全部嘅食材做嚟做一道菜，兩道菜我都嘛該客家炒肉，是當咧，從該煮肉做嚟代替該文葱。甲條杆做咧用板頭不容易剪，到該鹹魚油啊、薑啊炒，嘅梅頭一定會出來。還有該獨門的醬料，我感覺吼，你弄了油啊做咧去參加該客家小炒比賽，跳到凍。可是佢係沒有傳統當做保苗。唔是，個人也可以。對吧？用音響公司報了啦，音響公司報是去了吧？該梅頭真凍哦，是正差凍看，我蛋牆一粒，有梅頭全部冇冇咧。啊，我呢片吼本難對哦，其實該。大湯圓哦，踢是落下 Q 彈，還有該燙條油啊，而且該大蒜油啊有炒過，全部梅頭叫香菇、大蒜全部炒過，佢融入到個嘢燙條地步，真緊凍嗰時。好啦，師傅呢，本你同道嘅建議去參加嘅客家炒肉嘅比賽啊呢，好冇？成績已出來，馬上來頒獎咧！哇！呢個真係大家睇重讚。好冇？啊，之所以講呢，7種樂團哦，真勁厲害，唔但唱呢樂師按強以外，全部都還會做菜啊！哦，因為鴨舌應該好聽嘅。馮翠得到2分，藍翠咩就2分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嘅假菜錢。恭喜！藍翠你阿伯哦，真嘅本來心肝哦，比搏跳太緊張了，這都係1800票假菜錢，這係大票咩？是啊，當然對太太來講，當然做調價1000元哦，其實真嘅冇算嘛。不過最主要係咪當好嘅肥熱啦，老媽媽叫下來送天使誒，跟住呀嘅1000元叫本咯。哎呀，嗰價已經人都好背啊，你好嗎？啊，哎，他有認真聽我。明顯個教兩三郎啦。家陣兩百幾飛，老媽媽講嘛嘅，也係老太太分享一下心得冇？今日啊，真歡喜在阿美來。跟住要去參加客家炒肉比賽冇？去了啦！你冇看到那個情緒喝死我。真的啦，真的好吃啊！有戲哦！我看一下兩片，你看結婚安多年哦，今年50年，明年你看透過了隻節目哦，展現出來本大家看到安好嘅感情嘅互動。感謝我嫁一個好老公，因為天馬個做埋個事情有天數。啊，這利用嘅感情時節，攞去告白，你冇攞去告白。我一生因有拖到安好嘅伴樣，我度幸福嘅。有福嘅，有福了！希望吼，今晚嘅時節50年這個紀念哦，做得透過了這節目嘅播出，很好有紀念嘅意義。因為比賽呢，真嘅好刺激哦，可能對投錢呐，一開始我們得2分，會不會有搶回來，還會變成平手？哇，真嘅懂好看呢！而且沒發現到太極嘅料理呢，推陳出新，傳統嘅呢，有很加保持的原來面頭，客家料理真嘅懂耐人尋味，懂佔得。其實你阿先部真嘅懂好看，每日就威撼哦，就係佢兩沙見到冇表現到嘅表演啊、樂團啊，哎對，所以冇使用喊白搭願嗌，越聽下外來。我們開場直接表演50分鐘，啊，我們節目就沒了，就是我不用主持。什麼太極噶，叫下來都喺你節目當中都鬧熱咯，歡迎你哋唔是高雄安都會繼續來報名來參加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